過去2個禮拜最 hit 嘅新聞係乜嘢？梗係有豪仔同鼎爺啦。另外就係楊思琦嘅霸凌事件啊。點解又講翻佢兩個楞埋一齊咧？哇，非常巧合咯！阿豪仔進軍 YouTube 界，成為 YouTuber 啦，成為熱話。原來思琦都進軍咗 YouTube 啊！今日我想同大家比較一下，同埋佢兩位人物都係大翻身啊！呢幾個禮拜，中意我內容嘅朋友請 like 同 subscribe 我頻道，多謝大家。好啦，講翻楊思琦啦。楊思琦嘅霸凌事件就成個禮拜，早2個禮拜都有講啦，就抽出黑手呢啲我唔多講。咁講翻去做 YouTube 啦，呢條頻道咧應該係6月頭開，咁啊片唔多啦，咁短片比較多啦，短片有10幾條，咁叫長少少片咧都唔長嘅，長少少得1條嘅，其實都係打直拍嘅，打直拍。咁點解打直拍咧？其實佢要做小紅書啊，同埋抖音嗰啲咧嘅片咧都係打直嘅。咁佢應該比較環保啦。其實好多 YouTuber 都有嘅，有啲 YouTuber 都係兩邊用嘅拍片。咁啊，遷就下大家習慣下啦。咁仲要講佢內容啦，內容就都係諗住講啲冷笑話啊，扮靚化妝啦。咁佢最新嗰條有一條片嘅，有一條片其實就叫思琦玩完，思琦大鑊啦。有人話，咁主要係回應一啲 YouTuber 嘅批評啊，網紅自己澄清一下幫自己。咁 view 數都有62000，其實相當唔錯，上咗11日。咁當然唔可以同李永豪比啊，李永豪條10萬，有啲幾十萬，咁啊唔可以比較噶啦。咁人氣分別都好大啦。但係一樣嘢喎，咁又要比較埋呢個訂閱人數啦。佢訂閱人數約莫係7120，咁啊豪仔係11萬，一成都冇啦，一成都冇啦。不過其實就係我想講呢2個禮拜咧，其實嗰個風向所有新聞咧，就將阿思琦嘅形象漂白咗。因為就算講佢同李榮豪分手啊，因為未婚懷孕啊，單方面宣布分手啊，各方面咧，當年俾個印象係比較差嘅。仲要佢係歷數咗李永漢啦啲事例啊，當年又話佢比較霸凌啊豪仔啊，恰啊豪仔個樣。咁呢啲一網民啊，同埋隨住阿鼎爺講啊，都已經幫阿豪仔洗白咗，亦都幫佢洗白咗。其實原來長年累月佢都係恰豪仔嘅。阿大媽，我睇到第一個平反喎，第二個平反原來佢長期喺 TVB 早年係受到霸凌嘅喎。咁大家對佢都有一個同理心之下，佢呢個時候進軍 YouTube 其實係相當好嘅時間。佢都第時會有一個平台係香港人熟悉嘅，因為香港人睇小紅書有，就應該唔夠 YouTube hit 啦，暫時都係。咁啊可以發聲。咁我而家佢都講，佢將來呢個 YouTube 平台係會做一啲扮靚啊，各方面啊嗰樣嘢啦。咁啊睇佢嚟緊嘅分享係咩啦？不過如果睇到橫島片嘅朋友就要適合一下，亦都可以你哋自己去 YouTube 頻道嗰度 loop 啊，因為佢都好正啊，睇嚟佢有排拍嘅。因為嗱，我讀條題俾你聽，即係呢個仲要寫住上集嘅，但下集啊唔知幾時出喎。咁呢條片11分鐘啦，個標題已經好正啊！思琦有懷疑，有人話思琦玩完，思琦大鑊啦，好驚啊！不如叫思琦翻新系列上集，我理論上有下集嘅，但唔知幾時拍啦。咁啊，希望橫島都等我哋熟悉啲，不過直島冇所謂嘅。不過而家都流行一啲直島啊，就算睇好多網劇都係直島嘅短片啊。咁睇嚟都係兩個潮流要比較一下。Hello， 歡迎大家嚟睇我。咁哇，全城熱話，而家見到好多個標題，就係話，哇，楊思琦玩完啦，楊思琦好大鑊啊！最近有好多網上面咧，有啲即係唔同嘅視頻啦、片啦、video 啦，居然用我嚟做呢一個話題，咁多謝晒各界嘅關心啦。咁其實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嚇，係啦。咁原來即係最近大家有關心我啦，由一啲即係
以往嘅感情事件關心我，然後上咗一個訪談嘅節目啦，咁導致好多人喺度談論啦。咁其實呢啲即係我覺得做訪問即係開電視嘅邀請啦。咁阿五姑娘就問到我以前嘅一啲嘅經歷啦，或者係拍戲有咩難忘啦。我節錄咗佢個 YouTube 頻道咧少少片段，咁你而家睇完，佢主要都係交代翻啲 YouTuber 佢覺得係抹黑佢，即係由阿五姑娘個訪問開始引發嘅話題，俾人抹黑，大致咁啦。好期待佢有下一集啊，不過仲未更新。咁睇到呢度啦，咁同豪姐有冇得比？梗係冇得比啦。不過我哋望人好噶嘛，即係俾心機做落去都會好，但係你嘅內容都要更新㗎。雖然佢表面上就有4、5日、11日前各自更新咗片，但係啲片都係比較普通啦，1分鐘咯，32秒，咁都好過唔更新嘅。咁你睇下佢嚟緊會有幾多內容啦，我都望佢好㗎。咁又講下兩個婚姻狀況啦。其實阿思琪都結咗婚㗎，思琪喺2019年咧就同佢美國男友結咗婚㗎。咁啊低調嘅，從未曝光。咁啊豪仔啦，豪仔2021年同 Agnes 結婚啦，即係而家新抱仔啦，成日3人行啦，同我頂嘢。咁兩個都幸福生活啦，祝佢哋幸福快樂啦。但係阿思琪咧，其實最熱嘅咧就去咗五姑娘，即係2個禮拜到啦，就九運會客室咧就爆料，即係俾阿五姑娘挑起佢講咗呢個霸凌事件。呢單嘢真係幫到手，真係幫到佢。大家即係999誰是兇手咧，就 check 咗非常之耐，終於先揾到嫌疑人物啦，頭號何姐啊！咁究竟我冇咧？咁根據即係經驗睇咧，通常都係有噶啦。如果唔係點解有咁多人證嘅？即係有五姑娘啦，同楊思琪咧，但係就冇正式開名咁解啫。咁所以我話呢個熱度咧就好適合去，因為呢個熱度其實後期喺 YouTube 嗰度發揮。啲人一路攻擊佢，其實都係啲 YouTuber 嚟嘅，咁亦都有啲 YouTuber 劉定堅嗰啲要幫佢啦。咁其實呢啲熱話都喺 YouTube 嗰度流行緊嘅時候咧，佢就最好去做 YouTuber 就係一個好嘅時機。與其俾人講，不如自己講啦。你睇下你都6萬2 view 咯，即係你喺度回應嗰位 YouTuber。我睇翻嗰個 YouTuber，即係叫做踩你啦，嗰條片都係2萬幾啫嘛。所以唔緊要啊，你有多空間係好嘅。其實你同我豪仔都好似嘅，即係阿思琪同豪仔好似，都係喺呢個新聞熱度差唔多時期嚟一個翻身。不過效果就爭好遠啦，當然，因為阿豪仔有頂爺嗰邊啦，所以就非常懸殊啦，揮都冇得揮啦。咁我都好期望你多啲內容嘅，好似豪仔咁都係一個而家即係被譽為最強 KOL 啦。咁你都要努力啲咯，即係阿思琪都可以努力啲嘅。其實我又真係又咁講開，你而家睇到咧嗰個藝人嗰個熱度咧，入去 YouTube 或做 YouTube 嘅熱度咧，都可能成為一個潮流。況且因為娛樂圈而家比較少 product 啊，即係咩意思？因為好似強如 TVB 咧，都係拍一線劇加半個鐘頭嘅，另一個外購劇嚟。咁 ViuTV 其實都唔係太製作劇集，因為個潮流唔喺度。外需啊，即係以之前可以出口咁啲劇，即係我哋廣東話劇集啊，橫掃東南亞咁啊。以前咁而家咧，其實就好幾悲哀嘅，即係又冇講冇人要嘅，天同地都同當年橫掃外地。咁始終競爭又多咗啦，有咁多YouTube 啦、小紅書啦各方面。咁我都睇到思琪如果越嚟越勁咧，即係而家暫時睇唔到7000幾就非常普通，好多 YouTuber 都有。你要去到豪仔嗰啲，即係個零月10萬啊，幾日有10萬訂閱，即係先至好強勢。咁阿豪仔就係呢個 chemical reaction 嘅新聞啊，加頂嘢各方面。
咁你都其實都有嗰個熱度喺度嘅，即係呢單新聞我都不禁即係又會諗起嚟，因為你兩位當年拍拖太轟動，分手又太轟動，冇辦法。我相信好多人都好似我咁嘅，即係睇咗豪仔會諗起楊思琦，睇咗楊思琦會諗起豪仔。雖然各自有自己家庭，各自嘅幸福，不禁會有咁嘅想法啫，即係原諒一下。咁但係唔壞嘅，始終你呢個熱度咧，其實做 YouTube 都好講熱度。但係個 subscribe 嘅人數以藝人嚟講，先得個7100幾。雖然又話10幾日啦，但係即係比較偏少咯。咁證明一樣嘢，又唔係個個藝人做 YouTube 都得嘅，似乎。即係你一定要把握到個時間啊、話題性啊，咁仲要有內容啦。咁即係睇落去就低咗少少咯，就比較意料之外，同埋係冇乜片有特別內容咯。其實佢呢個爆料鬧翻嗰個 YouTuber 咧，都應該係想做呢樣嘢。咁其實應該有吉士啲，有啲指向性，講翻當日嗰個霸凌事件會好啲啦。即係我建議啫。咁因為呢個其實冇乜指向性，都唔知你講邊個。不過播咗個 YouTuber 啲聲嘅，咁大家揾到就揾啦。咁啊講翻豪仔啦，豪仔咧條片咧又可以 update 下啦。最強 KOL 啊，有幾強咧？食燒鵝瀨呢條片咧已經一日多啲27萬幾。咁你即係其實有睇好似一個即係坐喺間茶廳食嘅內容，都可以吸引27萬幾喎。咁一個字咪講算勁強。咁佢訂閱11萬，其實好快啊！幾日多1萬，真係黐線。其實咧，我睇下阿思琪個 YouTube 嗰個頻道嘅時候咧，我哋不禁哇！你啲片係咪喺小紅書搬過嚟㗎？其實真係唔緊要喎，因為其實好多 YouTuber 都有小紅書喎，即係佢哋都係咁做，即係抖音。咁我去嗰個小紅書睇啦，哇！又真係喎，嗰個小紅書啲片啲澎湃到我都錄唔晒。咁啊是但揀啲應該係比較受歡迎啲擺翻過嚟香港。其實都得嘅，即係嗰啲一片兩用咯，一片兩用環保啲，其實冇乜所謂，因為始終個受眾都好唔同。即係受眾咁 YouTuber 好明顯香港啦，你喺嗰度講廣東話應該係泛華南地區，即係廣東話市場。咁慳時間咪得，但係第時你可以用2部機拍嘅，一橫一直咯。一橫一直咁一齊拍都得，不過潮流冇乜所謂嘅，因為而家都直都好多人拍，有流行短片啦。咁但係你想收廣告咧，你呢條片咧就要有即係8分鐘起啦，即係最好拍橫啦，有啲廣告。咁呢個你要留意翻咯。不過拍直你都擺到嘅，所以呢條片都合格噶啦。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嘅，你冇。咁內容都標題黨咯，其實即係學識標題黨，自己自殘踩自己攞個焦點，其實標題方向都幾叻嘅。咁仍需努力啦，佢我都即係如果以同阿豪仔比較嚟講，就非常落後啊。咁各自各精彩啦，我都係希望各自各精彩，只不過不禁又想起兩個人一齊啫。咁另外我就補充翻阿豪仔頻道咯，講幾句又講開即係比較。呢種更新就似樣啲嘅，即係譬如幾日即係有一條片，就唔可以攤咁耐。咁密度再高啲會再好啲。咁當然都係頂爺多啲曝光啦。即係而家佢叫7條新片入邊有2條頂爺，即係3+1咯，差唔多每3條就1條。即係希望個頂爺曝光率再高啲，應該就可以將個 view 再拉高啲。11萬，其實10萬到11萬幾日嘅。我記得我睇過6月7號就10萬，4日就1萬，1萬4日個呢個速度都驚人。最強 KOL 啊，不愧為。今日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